呢個係越南嘅河內啊，熱到嗨嗨聲啊，所以咧古代嘅中國幾抽得都好啊，都征服唔到呢度嘅。我哋今日嚟翻炒個古仔啊，以前咧我哋都講過嘅啊 ，by the way 啊，呢個係我哋 M2 嘅吉祥物啊，幾阿飛啊，嗱以前都講過呢個古仔嘅。咁喺希臘神話裏面咧，有一個神話故事咧叫做太陽神與法厄同啊。咁啊，太陽神咧叫做呢、克里俄斯啊，每日咧都揸住部戰車喺個天度咧飛來飛去咁樣嘅，喺度炫富啊。有除咗炫富之外咧，仲會幫地球咧帶嚟熱量嘅。嗱，佢個仔咧叫法厄同啊，但係其他神咧經常話佢咧唔係太陽神親生嘅，係佢隔籬屋啊，趁老豆出去炫富嗰陣咧，吉咗佢老母生出嚟啊。所以咧佢成日咧想證明俾其他神睇佢係親生嘅。咁太陽神部戰車咧係從來咧都唔會借俾其他人嘅。咁佢為咗證明自己，有一日啊，佢走喺老豆嗰個神殿度，希望咧就係部戰車出去威下。佢諗住啊，如果借得到嘅話咧，其他神咧就會認同佢咧係太陽神個仔啦。毫無意外啊，太陽神就唔肯。咁啊，法厄同咧就死女爛女，又割脈又自殘，飲頭埋牆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太陽神就話攞個威震咯。點一威咧就瀨嘢啦。阿法厄同咧嗰部戰車咧係張雪嗰部啊，飛咗去撒哈拉嗰度嘅，即係非洲個撒哈拉沙漠嗰度啊。嗰陣撒哈拉咧就好撚靚嘅。阿法厄同話：哇，好撚靚啊！一片綠色啊，仲靚過隔離屋咧，仲搭埋嗰塊田嘅。咁啊，欣賞緊嗰陣啊，點部戰車突然間失控，貼住塊地咧嚟飛嘅。於是啊，一片綠色嘅撒哈拉咧，就俾佢燒緊到咧變咗沙漠嘅。尼羅河係乾咗一半嘅。埃塞俄比亞咧嗰啲人啊，就俾佢燒咗窿埋啲咁嘅，白人變咗黑叔叔。雖然呢個咧係個神話故事啊，但係佢咧亦都講咗另一樣嘢俾大家聽。撒哈拉沙漠咧並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，即係以前啊。並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。嗱，我哋嚟科普下啦，咩條啊？由於太陽咧同其他行星嘅引力啊、地球嘅軌道啊、傾斜角度啊、轉向角度啊，會定期循環嘅。10萬年左右咧，地球公轉嘅軌道咧就會喺呢個近圓形同兩微橢圓之間咧循環改變嘅。每41000年左右咧，地球地軸嘅傾斜度咧會喺22.1度到24.5度之間咧循環波動嘅。每26000年左右咧，地軸咧就會自轉一個完整嘅周期啊！呢3樣嘢咧叫做米蘭科維奇循環啊，係一個蔡英文嘅科學家咧發現嘅。呢個科學家個名咧就叫做米蘭科維奇。例如而家地球響1月頭咧係最接近太陽嘅，而因為地軸傾斜角度咧細咗少少，所以北半球嘅冬天咧同南半球嘅夏天咧，啲陽光射到個地方咧會多那麼啲啲㗎。但19000幾年前咧係調撚翻轉嘅，因為地軸傾斜角度大咗咧。所以當時喺北非咧，即係撒哈拉嗰度啊，喺夏天嗰陣嘅太陽輻射咧，比而家咧多大概7%。有人會覺得啊，7% 好撚少嘅啫，3000蚊個月加7%，的確唔多啊。但係如果你2個億一個月啊，2個億啊，一個月啊1萬啊，7% 咧就唔少啦。地球咁大就更加啦。而就係呢7%咧，對撒哈拉嗰邊嘅氣候咧產生咗巨大影響嘅。嗱，熱氣往上升咧，大家知道啊，所以太陽輻射多咗，熱量增加。令到地表嘅空氣咧上升得更加高啊，形成咗一個低壓區嘅。如果旁邊咧就係大西洋啊、地中海啊呢啲咁嗨嘢啊，好撚鬼潮嘅啊，唔對大啤啊、唔對海鮮咧都易痛風嘅。而呢個低壓區咧就將呢潮濕嘅空氣咧係咁索入去、散咁入去啊，入到嚟咧又跟住啲熱空氣咧升翻上天。咁遇冷之後咧就變成雨啊咁落翻落嚟嘅。所以嗰陣咧撒哈拉嗰度咧係成日落雨嘅。大概比而家多50%左右啦啊！咁水為財，落得雨就梗係有運行啦。所以靠近海岸線嘅地方咧，啲植被咧就生長得好好嘅，而且植物啦比沙石嘅顏色咧要深嘅，所以會吸收更加多嘅熱量嘅，就會蒸發咧更加多嘅地下水，令到水氣咧上到大氣裡面嘅，又可以咧產生更加多嘅降水啊！更加多嘅降水咧，又出現更加多嘅植物，形成一個正向嘅循環嘅。咁低洼嘅地方咧，就形成咗一個湖嘅。整個北非咧，當時咧都係一片綠色嘅，同而家咧係天同地嘅分別。啲科學家話啊，嗰陣嘅撒哈拉咧有一個全世界最大嘅淡水湖嘅，大概有36萬平方公里啊，仲大過個空嘅，就大過個空啦。比里海咧就細少少啦，比而家地球最大嘅淡水湖咧係大得多得多嘅。大概響1萬年前左右啦，有湖啊，有河啊，有山啊，有水啊，有女啊，所以咧大概人類發源地咧。係好撚正常嘅。而家撒哈拉咧就係森林嚟嘅，啲科學家撒哈拉度咧揾到好撚多動物嘅，例如老虎啊、大象啊、鱷魚啊，同埋人類骸骨㗎，證明以前咧呢個地方咧
就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動植物生長嘅地方嚟嘅。但係喺6000年前開始啊，隨住個角度周期咧就反轉啦，綠色嘅撒哈拉咧就變成而家咁嗨樣啦。再加上最近呢幾百年，啲人放羊啊、放牛啊，亂實咁嚟，煙頭亂實咁彈，撒哈拉剩低有綠色嘅地方咧都燒過幾次嘅，跟住咧就收晒檔啦。植物啊、動物啊，包括人類啊，都開始南遷啦。但係可以肯定嘅就係啊，未來個撒哈拉咧又變翻宜居嘅地方嘅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。譬如地球嘅地緣政治咧會發生非常之大嘅改變嘅。你萬壽無疆嘅話咧，就可以睇得到噶啦。而家我哋請都唔去埃及利亞、利比亞、埃及啊，埃及好啲啊，同埋下邊咧即係撒哈拉下邊嗰啲咩國家咧，乜就蘇丹之類嗰啲咧，全部咧都會變晒樂土嘅，種芝麻出大麻，種蘿蔔咧出人參嗰隻嘅，絕對就係全世界最靚嘅地方之一啦啊！嗱，而家中國國內啊，好多戈壁灘啊同埋沙漠嘅地方咧，都擺咗好撚多啲太陽能裝置咧嚟搞綠化嘅，原理咧係一模一樣嘅啊，就令個地面變暗，吸收多啲熱量，增加降雨量，仲可以收集太陽能啦，可再生能源啦啊，一舉兩得嘅。如果你真係大西北啊，你就見到一堆呢啲咁嘅太陽能裝置㗎啦。而家好撚多戈壁灘咧，中國戈壁灘啊，都開始綠緊㗎啦。咁同越南有咩關係咧？你覺得有咩關係啊？冇，係冇錯啦，冇關係。只係咧呢度熱到嗨嗨聲，有感而發啫啊！嗱，好啦，我哋今日係咁先啊。咁今次過嚟咧，又俾我哋發現啲好嘢啊！遲啲咧就開發出嚟咧，同大家見面㗎啦。咁啊，呢段時間大家對住我哋啲五常米先啦，好食過越南米多多聲啊！絕對咧就係天花板級別嘅，同其他所謂嘅五常米咧，完全唔係同一樣嘢嚟嘅。條 link 咧，我擺喺評論區度。試過朋友肯定知係你嘅嘢啦。未試過朋友咧，我強烈建議你篤嚟試下，冇水你嘅。下次見，拜拜。